今日同大家嚟到位於荃灣卓悅庭一個大約1600尺嘅頂層複式單位。呢個設計特色係完全按照住戶主一家人嘅生活習慣去 tailor make，由間隔、用料去到配色風格，都係100%貼近佢哋嘅需要。一齊入去睇下點樣將法式原木風同埋奶油色調融入一個大家庭嘅生活空間。戶主係一對兄妹，再加上兄嫂同埋小朋友以及工人，一共6個人。因為成員多，生活節奏唔同，設計師就重新規劃咗間隔。下層本身係客飯廳、廚房、客廁同埋工人房，而家改成客飯廳加妹妹嘅主人套房，以及廚房連接住工人房。入到屋，視覺焦點會第一時間落咗喺3個法式原木風嘅圓拱形門框上面，所以喺玄關同埋客廳位置，設計師用咗奶白色做整體基調，再加上 tailor make 嘅鞋櫃同埋收納櫃，線條簡約，再配埋金屬嘅線條，低調得嚟又有質感。電視櫃延續奶白色嘅設計，再配以天然物料，令到整體空間感覺更加柔和。客廳中間嘅大梳化都係奶白色，帶嚟留白嘅效果。視覺咧就會自然咁樣帶到去客廳嘅木門框同埋餐邊櫃。餐邊櫃嘅台面就用咗雲石，整體質感好高級，而且唔浮誇。餐邊櫃運用咗嵌入式嘅設計，拉齊咗整個嘅牆身，擺嘢都唔會雜亂，整體更加乾淨利落。地面鋪咗淺木色紋磚，中和咗原木色同埋奶油色嘅對比，令到成個下層嘅氣氛更加一致，更加溫暖。由客飯廳行去女戶主套房，風格就即刻變得時尚同埋細緻。房入面以淺色藝術長布同埋米白色衣櫃做主軸，黑木色鏡面梳妝台好自然咁樣成為視覺焦點。過渡去到粉紅色系嘅套廁，成個空間突出咗時尚嘅現代感。上層最入面就係兄嫂嘅主人套房，房內以木皮拼藝術長布，帶出戶主低調個性，配上金屬線條同埋金屬手柄，營造出現代、沉穩又帶有少少精緻感嘅氛圍。因為男戶主中意收藏，書房特別為佢設有展示櫃，方便可以整齊咁樣收納收藏品。書台就放喺房間盡頭嘅窗邊，原本比較密閉嘅收藏空間，因為有自然光照入嚟，變得通爽舒服，工作同埋閱讀都更加放鬆自在。成個單位嘅設計都係因應戶主嘅愛好同埋需要去靈活調節，由間隔去到色調都可以滿足到一家人嘅生活模式。最後呈現出嘅係一個有質感、有溫度、真正屬於大家庭嘅安樂窩。